好食過咩 Jollibee 啊、北牌嗰啲啊。話說計上條片個跨年食青提子，結果係成功嘅36秒啊！跟住1月1號都冇做啲咩，平凡咁樣結束新年第一日。1月2號就去咗唱 K， 大家可以留個 comment 估下歌名。唱完 K 之後呢，就去食晚餐五穀魚粉啊，奶茶都幾毒，好飲。所以佢有唔同種類嘅麵，叫做係咧。個魚好白喎。哇！好食過咩 Jollibee 啊、北牌嗰啲啊，真心好入味。呢個豬扒 good， 飯都 good。今日就同大家搭 Line 6 Fringe West 啊，11月5號就已經搭過第一次，上次就專注體驗過程啦。今日1月9號就再拍條片記錄。好，我哋而家上車啦。車身、車裏邊外表上都可以，路線圖連 Line 5都出現了。Line 6 to Finch West Station. Ligne 6 vers station Finch West.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s. Veuillez vous tenir à l'écart des portes. 放學時間好多初中、高中嘅學生。By the way，呢個圖書館外表都幾好睇下嘅，俾大家睇下。講返車裏邊，其實座位係偏細嘅。行到過嚟其實都需要啲時間嘅，嗰2分鐘之內冇問題嘅。然之後我肚餓，所以我去咗食生煎飯。裏面好 juicy 啦。而脆皮位咧好脆，完食之後就歸家了。接下嚟每個星期日，我將會出一個探索多倫多商場系列，敬請期待。